泰国曼谷街头聚集了数千名示威群众，要求总理贝东塔下台，因为他跟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对话录音外流，引发政治动荡。抗议民众纷纷表示，贝东塔实在难以信任。เรื่องรับไม่ได้ก็คือ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ชายแดนเลยที่อุ้งอิงไปบอกว่าไปบอกแม่ทัพว่าแม่ทัพนรพของเรา。一通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，主要是上月泰柬边境发生冲突，造成一名柬埔寨士兵身亡。为了调解，贝东塔打电话给洪森，却喊对方叔叔，把过错权推给泰国军方，要洪森千万别听信泰国边境部队司令的说辞，不挺自家人的炸裂录音遭洪森给外流，让贝东塔内外交迫，濒临垮台危机。至于柬埔寨参议院院长，也是前总理洪森最新回应，则强调愿和平解决泰柬边界争端，但领土一寸都不能失去。បានឆ្លុះបញ្ចាំងអំពីភាពច្រំដែលនៃប្រវត្តិសាស្ត្រទោះបីជាយើងមានសុខឆន្ទៈក្នុងការដោះស្រាយបញ្ហាយ៉ាងណាក្តី